苍了个天的，别干了，真的，2万块钱全款直接买都没有报废年限，纯的房车手续啊！天苍苍是野茫茫，是欢迎光临本车行。经过我的努力，咱场地啊慢慢要空了啊！现在主打就是啥，就是什么低价啊，就是低价，全撒了啊，8万块。中什么海格的皮卡，啥都有的双排皮卡，房车手续没有报废年限，随便开随便用，换完的 AT 胎，小车5座版本，你买个拖挂多少钱啊？前面2座位，后面3个座位啊。房子部分呢是啥都有，纯实木对卡座，上面大窗，储物空间，大额头床，3个人住这玩意儿都没毛病啊，还贯通呢，是不是？3个人只要不尴尬就没毛病啊。音响啥玩意儿都有，冰箱这块还带一个小桌，后面后置厨卫、抽烟机、电磁炉，啥都有啊。卫生间啊一应俱全。你们3个早上起来做点饭啊，排队上厕所，是不是挺尴尬？